看见台湾的国宝老师傅来看平湖有一个蔡树木阿伯，特别80岁啊，退休了后，用捡来的废木材一片一片念出着伊记忆当中的老所处。伊讲这是伊思念老爸老母的方式。 拆开大门，传统的厝身护灵，红砖涂骹有医疗甲插刀啊，袂输过使听到这时代一日才开讲。为头门看入去，蓬松的棉被置伫面床边，感觉真温暖。真可惜，这个古典的老厝体无法度带人，因为这拢是蔡树木阿伯亲手做的建本厝。我足思念阮老爸老母，足思念的。感觉讲最后袂歹，最后大家有真懂有兴趣，所以我一做起来就对了。 手停袂落来，拢是为了思念这两字。真勇健，伊看袂出来已经要80岁啊。少年的时搬铁机啊，搬红毛土，拢伫工地咧做事。因为厝内人愈来愈少，伊开始怀念伫旧厝，甲兄弟姊妹厝边隔壁做伙生活的日子。啥物人有厝死，啥物行，爱做起来就对了。啥物行这讲要做起来对了。火器有哦，佫捡对了，佫人去变所堆，捡人较早迄较贵个烫树啦，无迄支的可以捡倒来做的呢。 这一个做到停袂落来，除了家己甲亲情的厝愈做愈济，规气将伊大新的社区甲做起来。工厂内面的菜园啊、柑仔店一栋啊一栋拢甲做起来，连牛车拢做甲真成，连啊佫会叮当。 是讲看一个景，哪有一寡模型厝顶有破空、佫起角，感觉是这个老师傅做了忝头工减料。伊种树只歹药吼，就是伊当时风台哦，拢歹去啊。较早人做善食，无这样修理起来，所以转咧暂时都大了都。原来是为了精准做出现仿，连起角破旗的厝拢总甲做出来，无专业的技师，敢若加刀甲捡来插帮，斗出故乡的模样，用这款方式，好厝伫记忆内面团圆。